南投縣65歲以上老大人超過47000人，有正正照顧服務員才3000多人爾，這顯示講骹手確實無夠。縣政府呢，今年有舉辦13體的照護員訓練班，補助8成的訓練費用，鼓勵民眾大家去報名培訓。冰心姐來把啥提出來哦吼！簡述甲校園解說愛注意的眉角，這是南投縣政府開的照顧服務員訓練專班。學員有的人是為着照顧厝內面的時代來學，有的是希望繼續會當找到照護員的工課。很多專業的知識方面我可能較做袂到，所以來學一學回去，因為家裡長輩比較多一點。因為年紀大了找不到工作，趁我們現在還身體還好的時候哈，就趕快來學，然後也可以幫助一些人，然後幫助自己的一些經濟。簡署表示，照顧老人唔是只陪伴爾，嘛是愛專業的知識。你要知伊的觀念、伊的心情，啊，個伊的病情的情形，所以咱學科一定愛學。啊，術科為什麼也最重要？因為有一個照顧長輩，像洗身軀，也是換尿珠啊，服務員愛有一個愛心、耐心，哦，啊個細心，是同家人的一個照顧方式。南投縣政府今年開13體次的照護員訓練班，上課考試通過了後，會當做照護員。縣府嘛補助8成的訓練費用，鼓勵民眾來報名。咱目前咱南投縣吼，咱老大人吼，的人口真濟吼，啊加上就講咱迄其他照顧服務人員吼，人數無夠吼，咱的迄學費多少就咱的補助80%，啊你若特定對象的話吼，就是學費吼攏免吼，啊由政府來負擔。根據統計，南投人口要活47萬，其中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已經超過47000。啊，不過目前南投有證照的照護員大約有3000多人，骹手真欠。南投縣希望透過開課補助來增加照護員的數量，以應對超高齡社會的需求。記者陳秀蘭報道。